即个针啊先弹出来，后壁较有叶甲佫会接出来安尼。啊，所以讲哦，奇怪啊，拢无人要看安尼。啊，遮到咱天文师的吼，即个咱前人，咱天文师，咱各位真热情吼安尼用心安排咱即次即个经典班，互咱大家有共同学习，互咱吼，因为在所学浅啦，嘛真罕捌。所以讲，甲前年内底哦，我若亲手看到互学，因为互我当下咧初学尔，互我自我介绍一下，互我姓詹，伫即个新营咧做车，因为迄个咱即个单位是爱上单位，阮班经理甲杨经理咧，即个领导，嘛是互我是即个班委领任的互学，今仔日嘛足感恩的，互迄个领任甲咱鼓励讲若有机会，若无咱要起来你迄自告奋勇起来讲，自告奋勇起来你佫袂晓学咧，佫含慢的是安尼啊。我欢喜，我安尼行，这心中真牛的心跳，我看拢几百个，无我心跳拢来65个尔，即摆忘叫。所以讲请大家佫一遍的掌声一下，谢谢。今天互我感谢讲。未上过进前的心得啦先来报讲未来上过的心得。本来互我是讲咱伫休困平时真无用，是讲今仔礼拜若无代志，无要咧安尼时间咧放松一下。结果咱两人做主编的，讲咱这礼拜有这个轻松经典教育，鼓励讲你个基金带咱来，互我是讲有安尼因为互我对经典真清楚，嘛真含慢。所以讲两人主编佫甲你鼓励，佫真侪真人讲无你到今仔要来上课，要上课咱新娘有3种是说坐咱的车来，我蹛迄个一家来迄个职业感觉无来说感觉怪怪安尼，所以讲摕着嘛咧好，就是咧足欢喜心来。所以讲伫即个过程当中第一个未来上课之前有互我有即个买来哪毋来的心境这是。互我的心得，甲咱各位在座领任嘛爱甲注意讲有可能咱互我拢真侪是咱互我即个心境共款。买来也好，是毋来也好，这有影这拢大家有即个咱是讲咧冲突安尼。所以领任要做主编电话中爱较接卡咧，甲这互我斗吹斗鼓励互我嘛感受讲，咱上课要坐第一排互我感受着讲即若无掌声甲吹咧，我做下安尼就第一排无简单咧。互我新年的迄个新春联甲咱新年过年恁个和尚跟你讲，我新春联我想要来坐第一个，要坐第一个爱有啥物条件？你做啥去的？我做啥去的？来我看会着袂啦。所以迄边互我会记来到7点13分尔，你挂号嘛。结果挂了我第6号啦，已经头前咱已经挂啊，咱看到我已经挂第6号啊，所以讲我这真正有影，要坐第一排迄个诚心，甲迄个准备的心拢爱咧，甲迄个热诚的心拢爱咧，所以坐第一排真个内底我感觉咱在座各位要坐过第一排的这同乡你爱大家向自告奋勇讲好，我来坐一边来看下啊，我这感受都好个呢，大家有认同无啊？这是真正做互我的心得啦讲未来以前到要来参加这个班次我们坐第一排做使人安尼钦服的钦佩安尼。今仔日这个经典班，互我听着讲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下听着讲这咱若是做官啦，也无迄个身份，也无迄个机会，这个要齐家就有啥啥。若要认真个跳来，讲因缘果报足济，有要来献济，有要来讨济，这个拢会感受。所以要讲咱要齐家会大家和乐这真正嘛是过去是所种的因缘果报，足济的功德因缘果报来作成。所以讲若无介圆满的嘛是不要紧啦，嘛是要咱成就，要咱造就啊。你个是说，但讲咱若无变歹，咱就尽量做好咱家己。这个因缘亲情的因缘事实咱真正无落去掌控。咱个囝啦，咱个亲人，伊非常要变化，咱无法度为咱有法度讲，咱如何来掌握咱家己的心？第一步就讲修身，
伊即句若无，后壁这个家己国这应该是无落形成啊。所以讲若伫咱家己的自信呢，来甲好好来甲降服家己，注意咱家己。这感觉这是第一个上重要的关键。所以今仔讲师傅这3位讲师的课程讲了呢，伫即个心境啊呢，伫即个初面的讲到伫右面的，甲伫即个结束即个过程，好感觉这道理虽然看是遐文艺，毋过感受出来就是要互咱启发、提升着咱的心性。拄则咱讲师有咧讲，今仔日若讲其实若3000万啦讲互咱啦叫咱讲咱莫食菜、莫收刀即句家己问家己讲，这我若欠钱，我看会会做安尼会危险咱在座咱各位咱爱注意呢，无欠钱，无感觉即句会危害人呢。有欠钱讲1000万伊就违背啊，道德正义拢会做呢。咱修行当然咱是已经大家拢无简单啊，已经来到即个阶段啦应该拢会注意着讲当然咱嘛是。人生短短较嘛难得机会，会当来道场扶持帮帮，佫会当来来遮学习，佫来度兄弟姊妹做工作的，互咱日做日总安尼以迄功业，哇，咱足无简单诶。若你讲即几千万要甲咱影响，真咱若无较深较幼诶到底是即个价值较好，即个价值较好，咱随时会拄着，随时会发生。所以我嘛讲，这甘愿好善甘愿无通接人个迄个颜胡子就讲大路行一瓢屎都无通大。但伊当去做状元、做官，要去带迄个做啥物公主，迄拢足简单的，人伊就讲这无了事，这无救急，这大家拢面对的拢是伫轮回。所以这个智慧互咱启示讲，毋但咱拄着咱咱敢是咱会坚持着咱这个心，清净、平等，本来看咱究竟本来是种虚华的啊，较侪钱，若互咱若袂理财我相信无够，佫几个连免都无去。咱若讲小可会讲把守咱家己，降服咱的心境清净单纯的其实咱拢无啥物钱，咱嘛过得足欢喜啊。咱来讲，咱嘛是逐项过嘛足好啊。所以咱的健康甲咱的快乐是咱的本钱。所以伫佛学当中，感觉讲，咱在做同修的即个心境当中好去修着讲撇离疑问，甲咱付出即三位贤人圣人的心境互来做一个呢学习啦即个撇离的心境是讲，伊对着即个人世间伊会选择好的，较要去接受；好的代志、好的人，伊较要接受；无介好的代志，甲无介好的人，伊无会接受。若各位，就无简单啊咧，伊已经会接受啊咧，已经迄个心境足好啊咧。咱听下这样已经有修养，有会选择来。会境界袂歹，伊允性的伊就感觉讲，好人我嘛甲接受，无介好的人我嘛甲接受，伫即个当中伊拢会欢喜心来接受，因为伊安怎，伊佫有生迄个感觉讲，足慈悲足想要讲安尼，会当对方，会当有安尼，即个心境自然的心境出来。所以这伊阮的心境来到对即个撇离会感觉讲，有即个人心境佫较好，因为伊无去分别。伊伫个善分别的当中，已经落入到无分别的心境啊。所以伫即两个当中圣人的当中，咱在座的各位前辈者应该拢有即个心境，爱咧注意着讲，咱修学道咧练习，咱就是好的嘛爱熟悉，爱对待心，当着平等的心去相对待，安尼会当去感受讲，安尼确确实实，无好的人，伊有时间伊会变好，无好的代志，互咱嘛去接受。有可能就叫咱成长，叫咱有机会通安尼一个插小当互咱安尼感觉开悟嘛有机会。这是互中原佛祖伊当然是伊无有教无类啊，已经应无所住啊。伊若到迄个艰苦伊嘛自然，伊做好伊嘛自然的心境。这三位，这是咱互听到一个典故啦，感觉这伫咱当修的当中，咱大家每一个拢会拄着讲会选别啦。会安怎会甲分别讲好我较袂，若无介好我就像咱咧修学道当中，咱有即个好的，咱即寡道务若要好，咱下咱做，咱还要做；无下咱要做，咱就无爱做。甲对一位前人者较好你就较会想要相找；较你含咱较感觉咱无话讲，咱就无啥想要相找。这是小可代志，互咱去感受、较体会，感觉讲咱来去注意着讲，咱的心爱伊个平等去放大
有圆满，互咱家己的自在，因咱若自在，咱地方就自在。这是好一个报告会心得报告呢哦，在座这讲了无够好，望咱电总师甲咱先生大家指导，以上报告，谢谢。继续的咱就个做各有一个前程，以可以去十几分，咱前程